观众朋友，今日个项目分享书看发起来，我阿明谷刘浩明。以前人常常会讲书中只有黄金屋，但是书中要寻到黄金屋唔对啦吼，因为其实人家读嘅人、读书嘅人越来越少。可是其实吼，我哋一般啊，我看到真的买书的店面吼，一家一家数下来。但是呢，我哋睇人哋平常嘅晚晚吼，有一啲人哦，一邊係一啲人數以百萬嘅工作，你聽人哋晚晚開一啲郵寄書店，但是郵寄書店咯，又沒賣菜哦，又沒賣書，哎，都得買乜嘅咯？我哋馬上發現我哋今日來邊，而係我哋咧郵寄書店創辦人係同入嘅郵寄書店嘅店長嚟到我哋現場，同我哋分享講，都係入嘅郵寄書店。而係做乜嘅事情？我哋馬上發現我哋呢一啲郵寄書店嘅創辦人，我哋盧文君，文君大哥來到現場。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來自新竹關西的盧文君。好，同時我哋今日還有我哋呢我們郵寄書店嘅店長來到現場，小弟們好。主持人你好，各位朋友大家好，我係萬萬買嘅羅秀麗羅林江。文君太講我想問一下吼，因為開始的時間我哋有講到有機書店吼。乜嘢都有機書店了，有書店如書店嘛，為什麼還要叫有機呢？其實因為現在大部分的大家知道的獨立書店嘛，都是賣書，但是比較沒有像我們這種是用交換書的。那因為實際上如果是要賣書，以現在的狀況其實也很難生存，因為其實書都賣得很不好，其實都很辛苦。那我們想說，與其這樣，就乾脆用交換的方式。那特別我們又選擇在偏鄉落腳，其實有一個很大的因素是希望讓偏鄉的小孩有更多的閱讀機會，所以才取名叫有機書店這樣。可是對你講，入邊郵寄唔單止係嘅意思，你講其實你像一啲種嘅樣嘅，其實也係都可以自己去發展。可是以沒有賣書變成一啲書店最主要嘅事，一啲書業。那5年也會開郵寄書店，你這個係創辦人嘛？吼，你這個可以一度間郵寄書店嘛？其實大家都很好奇，說這個書店怎麼活下去？所以，其實我們書店其實就像大家每個書店，它其實不太可能有獲利或者有賺錢的機會。但是因為我們在偏鄉，所以我們有一些，算旅行跟住宿有關的，所以我們有經營所謂的背包客的這個區塊。那這個算是我們主要的收入來源。那很多人到偏鄉去書店走走，然後住下來，就是遊覽小鎮。就變成是我們主要的一種收入的方式之一，這樣。那萬巒這個有機書店算是你第一個有機書店嗎？其實萬巒是我們11家店。哦，第11家店了。那它的第一家店在哪裡啊？在新竹關西，是8年前開的。當初為什麼我想要開在關西開有機書店？其實那時候我是有一個案子，因為我之前做顧問，然後我在那邊算輔導一些店家。然後就那裡有一排老房子，那種100年老房子，但是就閒置荒廢，覺得很可惜，所以我就試着把它租下來。那租下來之後，其實一開始也沒有要做書店，那時候是做我個人的工作室。然後做着發現那空間其實很大，那有點空了，所以想說把我家5000本書就帶到書店裡面來。那帶過來講了，想說我一個人看也沒意思，所以然後分享給大家。所以這個概念也是不是一開始就決定，就是慢慢這樣發展出來的。所以說，這8年來慢慢從一家變成萬巒的第11家，那其他的10家在哪裡啊？好，那一開始從新竹開始嘛，好，那新竹有3家，那往北的話就是桃園有1家在龍潭，那再來就是新北的貢寮，然後再來最北是宜蘭的頭城，那往南就是苗栗的2家，台中1家，然後彰化1家，那最南現在是在六堆的萬巒這樣子。因為係一次過上嘅啲講，因為其實從一開始嚟講，其實人家嘅書店也好，真的實體書店都已經真的是不大好經營了，更不用說是說你說真的是用交換書來說好了，因為你可以在店嘅地方，你還是有一些基本的花費在，所以說你這個10家的算是有機書店的話，它目前都還算是打平嗎？還是其實它還是屬於說會虧損的一個狀態？以現在每一家店來講，大部分都是損益兩平的狀態。那其實剛剛講，我們有一個最大的收入就是背包客部分。是。那因為其實收入也不是很多了，但是因為在偏鄉，像老房子，房租都很便宜，有時候3000、5000這樣，所以基本上因為你的房租不貴，所以你也不用說很大的營收來 cover 這個區塊。
然后大有些也算是半志工的帮忙，所以整体的营运成本其实没有很高，所以也是这样，就是有一些收入，然后可以打平，我们就觉得它可以继续经营下去这样。但是至少有机书店一刚开始，他本来想要做让偏乡的小朋友能够有一个阅读的空间跟机会的这样子的一个功能是完全达成的。对，因为其实我们应该更适合的名叫社区书店，我们希望这个书店就开在社区里面，然后你就把它当做你家的图书馆，你想要来就来。我们人都甚至都没有门禁，你随时都可以进来，然后你想这本书你就直接带回家，也不用登记或是各种什么的手续等等。那重点是希望大家喜欢来看书，然后小朋友把这个阅读变成一种习惯。我讲这是最重要的一个意义，这样子。对，因为一本20块。几乎都快比那个人家借书店的还便宜，对，而且那这样子书的来源呢？其实很多人都会有一个困扰，就是家里很多老书，然后比如说像童书来讲，小孩长大，那童书就不知道怎么办。那这些书基本上你捐给图书馆，他也不收，因为它是二手，然后他们丢掉就觉得很可惜，所以他们一旦知道说，有机书店在收书，他就会一直捐给我们。所以我们的来源的书其实很多，全台湾都有。有的是送过来的，有的是寄过来的，所以我们的书其实来源是很多。那刚刚主持人讲说那个交换书，其实，我们有一个数字，大家可能会觉得有点惊讶。我们假设一本20块，我们一个月平均收入是5000块，所以等于是一个月有250个人来换书，其实不算少哦。这个以一般的书店的来客率算很高。我们错，因为可能在书店的一张也有可能卖不出250本书。跟讲，我们不含杂志类的话，真的是现在的实体书店，它真的在书店里面交易的书本真的是越来越少。另一方面是网络书店太多，好用如果书店的贴到，或者多以前啊用网络书店嘛买书，听你讲。其實現場嘅賣書，而都變成越來越少，除非我哋嗰種變成講，而家嗰種書店們都兼賣，我哋講參考書，參考書才是真的是他們收入的來源，但是真的實體書的話是越來越少。今年作品是變成我哋呢一個點狀，多謝。請問一下點狀嘅功能係乜嘅呀？點狀嘅功能就重點嘛，係啊，古時候我哋嗰什麼路線上，本來啲機會做得貴起萬啦，當面一個萬有機書店嘅點狀，就係2019年啊，碩士一嘛，碩士路線上，其實就設立行去伊個關係嘅10點至69書店嘛。其實前面有同伊討論過客家文化啦、教學啦，伊咩點啊寫作的部分，所以就本來在機會講，秀蓮，你有沒有興趣說來去推廣什麼課餘寫作啊？講有用心的話，我想試看啦。所以從去年前年，我就去伊董事的書店個新鋪的，所以我都講真謝謝盧老師，本來的學習的機會啦。因為其實秀蓮如係學嘅我哋慢慢摸嘅嘛，吼。其實我哋從我哋綠度來講嘅話，其實除咗從女配算是個太重以外，吼，其實我哋嗰度地方就係算是我哋講西藏嘅啦。好，西藏嘅，從我哋女配應該就拍冇書店嘅。好，我當唔真係冇唔是講其他嘅西藏我有書店喎。但是對於秀蓮來講嘅話，你這樣因為講應該睇一啲慢慢。有一單的有機書店，你這個身為一個村民的一個想法，你怎麼去看這個有機書店？之所以書店做得去，就同路線上講誒，伊想喺老爺落寞誒，去不斷的重生的一個機會，按用辦去利用一隻落寞法，好，我係想講伊推動埋個語文的講錯啦，本身人來學習語文的法統，也係講文化教學的東西，也係創作的東西。因為我本身要寫作嘛，我想去慢慢地去推客語詩的創作，也係講本好多朋友來學習我哋嘅客家文化。唔做得說，一個禮拜開幾頻繁的課程，也係做我們嘅手作，親子共讀，也係手作的課程。我都知道講，我哋對推動客家文化都有意義啊。佢等於講，其實也唔單止係一啲我哋講書嘅教班嗰啲書店，同時嘛可以去結合到我哋在地嘅文化，好同時去推展我哋在地文化嘅地方。但是頭到我哋呢文員有講過一件事情，講一片嘛，同時係一啲我哋背包客嘅客棧係咪？佢而家嘅客棧而家已經整理好冇？應該整理好嘅哦。
嘿。差不多有一度的可以睡多年啊。做得最多睡到83年，8几年，就分照片有2件啊，爱定甲迄洗来洗毛的，咱就分开落安尼，就看今年的订房率用的啦，数量做得差到。咁你係咪同人哋體育小姐下講，見下女仆嘅狀況很用啊，好冇？像也地度啊，就係一內部嘅10P嘛，像我哋一件就有變同數嘅部分，飛本，哎呀，當好有愛行業事，故說我今年因為我平常時係重點2年嘛，故說幾分人大家做得來書店籌了，做得去請一本書籌下來，一家表有碰燈咯哈，啊你做得籌嘅碰燈呢，籌嘅有碰燈風色咧，各有復古風。啊，你就請一本書，籌嘅期片，啊，我咪幾歡喜圖大家去收見我嘅行業事，啊，行業事地度有6書睇地度哦，啊，我今年睇重點嘅時間就有客家詳情過來，啊，伊就即個拓會出來，我都知道講，即個嘅作品怪萬萬嘅有機書店，我大家我呢行業事，我知道講我哋行業文化有救嘅，行業文化，大家。因為秀玲啊，喺我哋咧客家嘅寫毛嘅詩人啊、詩人啊，嗰時伊把也要詩作，比方睇也要尤其書店地方，其實我感覺到其實喺貴師下邊啦，尤其係即個本地要去本地嘅。嗰時我哋從聽外國嘅時陣，吼，去到某個地方，人家都同我講，哎呀，地方有乜嘅文學家喎，有乜嘅畫家喎，吼，嗰時喺當地看到當地出產咧，應該講出色咧文學家，嚇係畫家，其實如果佢感覺講。要不詩作地步，以即家嘅伊個彩體嘅一種人文嘅部分，嗰時我相信睇下嘅伊個尤其書店地步可以看到即家嘅作品，我發現那個有個作品，我本人教會感覺到同彩體最結合嘅部分。咁即個作為農業嘅點種來講嘅話，即個同時人家詩作嘛，俾我睇嘅，好咧，其實看後來，佢佈景，佢用我哋講佈置嘛，佢用個人文，咁即個我希望講。從也要做，也要伊個場域地步也發，除非頭頭講我哋可以展示我哋客家文化，學習客家文化，同時買個背包客。但是背包客旅館其實很重要的一個東西，就是說，它附近必須要有景點才會有背包客嘛。秀玲同我講一下，希灣嘛有冇好搞嘛？我知道希灣嘛，大家就會想到灣滿像灣滿竹卡天天啦。我就會同大家小姐講，來灣滿做得去灣滿咧，去乜彩繪牆樓樓啊，灣滿吊橋行行啊，再過來19歲嘅尤其書店來看書，點解話有好色嘅記憶本哦，還有5-9歲嘅留學課課，安尼都嗰度再往下去走就係灣景天主堂啊，我講灣滿唔係像竹卡天天啦，唔做得用氣條卡查嘅方式來我哋書店，迄1夜、迄2夜咪做得。啊！大家做得睇呀，安部歇困以後，安部睇老杯散步，做得享受客家莊嘅點心。嗰時來到我哋灣滿唔單止係寫書架，其實灣滿隔壁老灣景仲喺我哋平埔族嘅一個村莊。嚇，嗰時你看灣滿喺客家莊，隔壁老喺我哋平埔族嘅一個村莊。其實來到我哋灣滿，係去認識我哋屏東一個最重要嘅地方哦。休息下，我哋馬上過來。翻過來，復起來，上個節目我哋尤其書店嘅創辦人盧文娟、盧太哥，還有我哋灣滿尤其書店嘅店長羅秀玲，伊同我哋講灣滿嘅尤其書店很容易成立咧。有部分我想詢問一下太哥哈，因為頭都有講，其實灣滿尤其書店一開始先的位置，不是原來這個位置嘛哈，那也是真的是也是經過一波三折才找到現在原來這個位置。可是這個位置它本身一剛開始進駐的時候，就已經是很好了嗎？其實這個感謝有一個周老師他的介紹，他沒有，因為其實，在萬巒就是4溝5溝那邊，其實很多的那種老伙房，那其實有些是有些補助計劃去整修，有些像我現在這個林家大王是自己出錢，家族出錢去整修，所以我進去準備要承租，其實那個狀況已經是很好，就是屋頂啊、牆面都已經處理過，所以我去裡面主要還是算佈置的，其實不能算是什麼改建這樣。那後來因為空間也很好，所以就是那個動作，還就是準備的工作就很順利這樣子。那
这个林家大火房，它原来本来改建好之后，它自己本身有没有什么样的想法，或者是说它本来想要做什么用途？其实就我知道，好像是没有什么规划，因为其实像公所那边一直在媒合很多新的团队或是文创的业者进去，但是因为可能很多刚开始而已，所以也没有以现在来讲还没有太多人去进驻。那我们有机算是比较前面去进驻的这个部分这样。但是毕竟上是说，它本身就是一个伙房形态嘛，好，那变成一个书店，它还是需要一个说内部装潢的过程。那是不是跟我们观众朋友大概说一下，就是说，它当时的空间是怎么样子？后来你们是怎么把它布置成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呢？那其实这个我没有拍全貌啦，基本上就是这里是就是改造前，然后这个是改造，那这是它的一边了，然后另外这个就是它的看得出来嘛，它是一个背包客栈的样子，这是我们简单的布置这样。那因为老实说，我们做那里面其实没有什么太多的土木的装修，基本上就是把一些美的东西，书啊或是柜子什么把它摆好，其实空间的美感就会出来。然后最后加上一些灯光投射灯，那其实那个整体的那种就有那个氛围出来。因为他们进去人，那屋顶跟地板都处理好，所以这边就算是省了蛮多费用这样子。对，看方老师等于讲意思，先从伊的木个地方全部都算是整理算规划了哈。等于讲等一批以后都布置成一个书店的样哎。那当初你们在做这个布置的时候，有没有特别想说，你们的主题？因为你现在是在一个客家庄嘛，那其实我们的五沟水算是我们客家的传统的一个聚落保存一个非常好的地方。那当初你们的布置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样的主题，一种布置的主题去融合在这样子的一个氛围里面去呢？当然，伙房是很重要的一个客家元素，所以我们基本上所有的东西尽量都用木头的，除非有些必要要用铁的。那木头它其实就算是100年或是很旧的木头，其实你不会觉得它很旧，它是有那种味道。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刚刚那个里面有一些那种复古的椅子，也是这样的概念。然后我们的书柜也是找那个2手的木头，对，不是买那种现成。我觉得那个太现代感，所以我们就自己找那2手木头自己钉，所以尽量把那个旧元素或者老的元素把它留下来。那当然会配合一些新的，比如说有一些画，或是有一些看板的设计，就是新跟旧可以并存。然后就发现这个空间虽然是一个100年的老伙房，可是它会有一些新的生命长出来。我就是想问一下那个文岳大哥哈，你自己本身有没有住过伙房？我其实，你从小到大有没有住过类似像这样像三合院啊这样的伙房的形态？其实我老实说，我小时候是在台北长大，台北大家知道就是那种现代水泥。其实我不太喜欢住台北，我都往乡下跑。那所以没有所谓的这种就是住什么三合院老房子的经验，那是真的开书店之后才有的。那这样子的伙房的形态对你来说，应该说你自己的感觉怎么样？其实我自己常嘲笑我自己说我是有老灵魂，就是越老的东西越旧的东西我越喜欢。像我们有一个经验是我们在贡寮哈，那个已经荒废30年没有人住，里面就真的完全是废墟。可是我们就看我们就好喜欢，因为它外墙有那种以前那种日本时代的那个一些那种艺术的装置，我觉得哇这么棒的房子。可是他们说啊这种破破烂烂怎么整修，我们都不会这样觉得。所以我去看到客家伙房，我觉得很好啊，就很棒啊，那个结构什么都好。所以其实就是你会很喜欢那种感觉，不会觉得它很旧很脏这样子。因为伙房其实就是几乎就是同姓的人啦啊，那譬如说可能大房啦、2房都是什么，那其实伙房中间的空间里面就是几乎就是我们所谓的生活场域里面很重要的一部分，包括从祭祖，好，包括有我们的我们说红白事，好红事当然就是在那边请客了，好，白事的话有时候也是会在那边办一些丧礼，所以说伙房里面的那个空间。除了各个厢房是自己的独立空间之外，其实中间的那个空间几乎是大家的公共空间，所以说所有的回忆也都在那边。那我刚刚会提到，就是说为什么夜幕低垂的时候，因为平常小孩子在那边外面鬼混嘛，就只有大概在傍晚的时候回到家里面洗完澡之后，你唯一那个空间就是在伙房里面的。好，包括在那边喝茶聊是非啦，打小孩啦，小孩去追狗啦，所以其实，在伙房里面，对于客家人来说，那是一个非常深刻的一个记忆，同时它也是在凝聚这个家族里面感情最好的一个时刻。可是我有想到过，你这个把伊的书店们开伙房的地方，我就想到过，其实对于整个万峦的人来说，它其实同时也是把大家对于万峦的一种关注力
去凝聚在这个书店的一个想法。那开到现在为止，你自己觉得以你自己看过那么多的所谓的有机书店来说的话，万峦的有机书店对你来说，它的特色是什么？其实应该说从一开始我就很认定或是一个设定，就是客家伙房是跟书店算是一个互相结合的一种概念，这样。所以我自己有另外一个名字吧，或者叫 slogan， 叫做伙房新生活。就是我们遇到很多客家的文化，就是因为过时嘛，大家觉得那已经是以前的事情，就觉得好像跟不上时代。可是我们试着把以前的元素找回来，然后你用一些新的创意或者新的想法放进去，它可以创造出新的东西。所以刚刚主持人讲说住在伙房，其实我很喜欢，而且很安静哦。因为我在那边住的时间，我会发现，你就听到那个虫鸣鸟叫，然后就远远有人在讲话，可是又不会很吵，那种感觉就是很乡下，我很喜欢那种生活。所以你会把它变成一种新生活概念，就是现在都市人都很嘈杂嘛，很繁杂，那是不是可以到伙房住一个晚上，或者停留在晚上？我觉得某方面会符合他们的需要，然后是让他们拉回来到伙房去体验一下，在伙房住一个晚上的感觉是什么。因为他提供的修林啊，哈，是奈如走上走好了，因为从头到看修林的面熟，好多提供其实秀林真的是一个非常。你要讲啊，那我讲奈如看来看去的一个女诗人啊，因为其实她很喜欢到各个地方去体会各个不同的一个人文，甚至她的风土。那你这个来看哦，各种你这个去过很多地方，重新来看一下一个慢慢的有机书店的话，唔会把伊天美成样的一个样的呀。我知道讲，从来头尾讲拢爱汉语是不用地图嘛。我知道讲，我头摆尾要搞客家话嘛。从人家游客也放下来看我哋的书店的时阵，我就知道讲客家话哦，要摕好天天。我都觉得说，我把我转送带过来书店，来人下，一看到汉语是唔晓得的东西哦，我就教伊念。然后我就知道讲，我又把汉语文化慢慢的送出去的。人家每位同我讲，书店迄乜嘅特色，书店迄乜嘅内容去经营，我就同伊讲，等书店就没买书啊，就去教翻翻扬大家来建书，来教翻阅读啦，就本书本去履行嘅概念啦。可是问题係講，客家話一件事情，其實係話語是一種溝通的方式，咁嗰種講對方如談唔識的話，唔能用去推薦人家客家話。哦。伊就很看嘛，然后第一排看到去写卓姑，他说：“秀老师，卓姑是什么意思？”我就说跟你们台语的杜姑一样，然后他就说：“哦，杜姑哦。”然后他就看那个大概一些意思嘛，我就讲杜姑就是客家话打瞌睡的意思，我就同伊讲，也是迄嘛个内容用的，然后我就同伊讲，迄个国中时间。国中时期我读书的时间，以下想要读一下水木嘛，就水果班的啊。叫我天公是书班忙读的，嗰时候我是遐尼写出来的。嗰时候新年呢，也係睇年，伊要知道講，先生，老漢年是用醫生法地讀的。係啊，如果講漢年要摕學教天天啊，做人嚟推動出去。我等於你講，其實你這個希望講透過你的詩作，透過你用客家話去作為你的詩作，去屯你，開始屯你呢。你從開始慢做一點講，然後一路慢慢的從他的日常生活裡面，透過你的詩作裡面去理解說，在你詩作裡面的客語的部分的使用，它是怎麼樣子，然後慢慢的理解說，那到底客語它的一個念法是怎麼樣，或者是它客語的華語文的一個使用方法是怎麼樣？因為其實我常常會想說，我們要推廣客語，它其實會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就是說你的接觸的媒介是什麼？假如說你不看客家電視台，你不聽港客廣播電台，你不去接受任何的客家媒體的話，你是沒有這個媒介在的。那可是問題是，今天這個書店，它的書是媒介，好，再加上剛剛我們的秀玲有講到，其實它的詩也是媒介，它詩裡面的日常生活，就是跟不同文化的人、不同種族的人，也許是閩南人，但是至少。他也會打瞌睡啊，他也曾經打瞌睡過。好，然後這樣子的話去理解說這個打瞌睡客家話叫做嘟鼓，好，那它的華語字是怎麼解？那其實我這邊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說其實我的以前呢，譬如講喺美濃的時間，我能攀過一件事情，因為其實像美濃的吧，以美濃來說好了，他們早期有面臨到一個問題，就是說很多年輕人都移到大都市裡面的生活，以至於說我們的伙房裡面。
就会有很多空下来的房子。所以说他们曾经也把这些房子整理出来之后，变成一个背包客栈，然后甚至他们也在伙房里面办起音乐会，甚至伙房的电影院。这种东西其实在北部的场域应该就是比较难看到的。北部可能因为比较现代化，所以很多都从化区或者改建什么，就慢慢就消失了。我说其实很爱在那乡下地方吼，虽然讲过亲人过少，但是过亲人过少的办嘅地方，其实还有伊也要无穷样的滋味哦。休息下哦，我哋马上过来，我哋买嗰度过精彩故事。欢迎过来，福起来！上档节目，我哋卢文娟还有我哋罗小丽，同人讲我哋慢慢的游记书店，也很让我去重新去改变你的过程。我就想问一下我哋呢文娟大哥哈，请想问一个，这么8年来，你会那么坚持应该说那么坚持继续开有机书店？其实很多人问过我这个问题，这跟你小时候的梦想有关系吗？完全没有关系。我那边有一个看板，就是有一句话，就是说，老实说，我也不知道我会开书店这样。真的是我自己觉得我是被老天爷钦点，就是很多人说，开一家店你不赚钱，你干嘛继续开？而且做那么辛苦，而且还连开那么多家。可是我觉得做这件事也是很快乐的，它不会是用一个商业或是赚钱的角度来看。那我自己觉得最感动或是最让我想要去做，就是如果小孩子在那边看书翻书，其实你看到那个画面，你就觉得说，这所有的付出或是辛苦就值得。我不知道别人会不会有这种感觉，但是对我来讲就是很直觉会触动到内心这样。或许我觉得阅读这一件事情对一个人或者对小孩子是非常非常重要。我想，不以盈利为目的这件事情，其实我想很多人都会以这个为出发点，可是。为什么是书店？你也可以去开一个什么行动餐车啊，或者是说开一个什么？我们现在有很多就是帮人家盖房子的那种所谓的希望团体啊。那为什么会选择书店这件事情？可能是因为我自己爱看书，那我很多的一些观念或是很多的启发或是学习都是来自书这件事情。当然，这书不是以前考试那种书，是真的你阅读，你得到很多新的想法，比如说经营的，或者是很多人文的故事，或是很多旅行，你都可以从这个书里面去得到。那有一句话说叫做书本是跟世界连接的桥梁，所以我们希望把这么好的东西，或是这么棒的东西，应该是让更多人去接触。然后甚至于你相对现在大家都在滑手机看3C 的东西，其实你会觉得对比之下，你更应该来看这种实体书，它会更有需要去做这件事的意义，这样子。所以说，你也觉得说，其实阅读这件事情跟你在网络上面看多少资讯是完全不是同一件事情。其实阅读其实应该这样讲，就是网络上的资讯叫做资讯，它不叫知识或是学习。真正你要得到一个完整的知识或是一个 know-how， 你必须有本书，作者会把它完整的概念、他的想法，这是一个故事完整的呈现出来。他才可以完整的去讲那个故事，不然网络上很多是片段、片面，你只知道片段，但是你不确定这整个的全貌是什么。其实那个会有一点危险性，就是你在判断上，或是你对你的未来人生价值上，你其实是有一点会影响到这样子。因为其实我们在算是我们在电脑上面，其实看的很多东西，我们只是浏览，只是大概知道了什么东西。可是看书的时候，其实会有一个内化的过程，变成你自己的方式去阅读，用你自己的方式去诠释的那个过程，其实才是最重要的部分。有部分我想要敲摸一下修理，因为其实你这个还蛮能够女诗人嘛，其实应该讲，唔单止你这个在写我的呢客家诗哈，同时嘛去推广我的呢客家的一个语言的一个教学，但一部分嘛透过佢读书，啊想问一下吼，而家生意的唔多好读书，对你这个会有乜个想法？就慢慢的去想伊来啊，要去慢慢的怪伊啊，唔用讲伊，用想啊，我知道我有的动机，慢慢的去想伊过来啦，系啊。因为个从你这个变成一点的慢慢有技术点这种时间，唔好用乜个法通去表达个人了，可是提下书店的，可是
利用下书店的蛮好啦，吼，无你讲推下书店的强下来，伊得变成生活地位一部分啦，你有盼望的发通咯。但我慢慢来去推动嘛个语文的工作啦，也系亲子伴读的东西啦，还有放放音乐会，最重要还有对放放谈故事的发通，就可以邀请中度的老人家，中批啊，等来谈19岁的文史的故事啦。可是你按你的讲座，它到底想要达成的目的是什么？就大家来共同来参与啊，部分，因为19岁19岁村民的啊，俺都知道讲，也按珍贵的文化，按珍贵的文史的故事，俺知道讲，大家来共下来，按来参与会力量会更较大啦，可是问题是讲，其实讲安尼，也按照故事里边其实安尼，一般的看书看得多啊，怎么按照有像他安样来讲？因为有的会放放的故事吼，迄一定放放的文史的部分，俺等想慢慢的去做一个田野的调查出来，啊，本头摆的历史，也是慢慢的故事，慢慢的写出来，一流传下去。按来讲，你聪明哈，等于讲你们现在把这个有机书店当成是一个平台，那这个平台上面其实是希望说。它能够开始让整个万峦，或者是从4沟水开始啊，4、5沟水开始，慢慢的开始有些人开始利用这个平台。它一方面除了是书的交换平台之外，它同时也是感情的交换的平台。好，因为刚刚秀玲有讲到，开始讲故事。好，因为其实每个伙房里面都有很多很有趣的故事，包括你查得到的、你听过的，或者是你根本完全没有听过的故事。那借由这样子的一个书店的平台来大家彼此去做交流，因为。其实19岁迄个人算是俺人算保留客家文化里面算是还保留的非常好的，包括也被讲炮赏啦，他因为其实早期煎炮城在我们6堆其实都还有，可是问题是现在大概保留下来就只有5沟水了。然后为了煎炮城这件事情，我们当初去访问的时候，他就跟我们讲说，哇，以前的过年是怎样的过，那是一个非常有气氛的一个年。那所以说，其实透过刚刚秀玲这样子的一个分享里面，我就可以知道说，哦，原来这个书店不是只有个书店，它未来可能会是一个文化资讯的一个汇流的一个地方，就像。可能4、5沟水一样哈，也头游戏、你游戏、省游戏，就汇流成整个万峦的这样的一个状况，或是变成银行的书店，等于讲嘿我们所谓的文化汇流的部分。可是问题，我想问一下给泰国哦，那对于未来呢，应该这么说，其实我是内埔人呐，我第一个就会想到说，请问一下为什么不在内埔啊？还是说，我们就借用那个节目之便，未来有可能在内埔啊？来，你就说说看吧，为什么6堆你就只选万峦的？来，你就跟我说清楚看看。其实一开始是乡长邀请来，当然这是一个机缘。可是我想未来真的有机会，我会带6堆，尽可能在每一堆都有一个书店。除了本身就像主持人讲，它是一个文化的交流中心，甚至一个平台。各种艺文啊、人文的、历史的这些都把它汇整在一起。那其实很多是我们本来就有，我们把它找回来，它不是新发明的。那但是因为我们都忘记了，或是我们不知道，所以假设6堆的东西都可以把它串联起，它其实是一个很有特色的一个客庄，这是我一个比较远大的梦想哦。但是这个可能要花5年、10年甚至更久去做。但是我觉得就是不嫌慢啦，就是有起步，就是一直往前走就好。那对我们来讲，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可以有水印良品嘛，所以我们不用靠政府计划补助或怎样，我们可以让它一直往前走。所以它也不一定说像放烟火一样砰这样很厉害。可是我觉得就是细水长流，慢慢走，然后一直累积在地的社区的能量，这个力量会来让强大。因为社区居民有自我觉醒，那对我们家乡应该更好，应该被看见。这个力量凝聚起来，他们就会主动跳出来去做很多你原本没有想到的事情。所以我想让这带出那个力量出来，而不是只有靠我们这一群人这样。因为你刚刚提到是说，刚开始是我们的就是林国顺乡长跟你接洽的嘛，哈。那我第二个问题就是说，那请问一下，假如说我们的乡长也去找你的话，你就会有想法吗？当然好啊，我很愿意啊。我很希望那是不是我们这个节目播出之后，你会发现我们6堆的乡长全部去找他去了？应该是说，怎么样的一种条件，或者是怎么样的一种是你考量的一个方向呢？其实我觉得就是人啊，人就天时地利人和的部分，就是有时候你会发现有些伙房的条件很好，可是就没有人要出租，或是他没有意愿出租，这就是一个人的问题。那甚至有一些是变成人的问题，比如说
家族伙房意见不一样，有的说要住，有的说不住，有的怎样。那你很多现成的空间，其实你就遇到人的问题就卡住了。所以我们想的也许是很美好，说我可以这个很棒啊，可以活化怎样，但是这个伙房就有人不同意，或是不好，没有不想做这件事，那你就很难往下走这样。应该这么说好了，其实有很多的人其实都在寻找这样子一个位置，因为其实之前我们在内埔在开，因为一个活动的方式，其实我开了一个类似像文青那个算是杂货店。我光开那1个月里面，我大概就有6个人来问我说，请问这附近还有没有这样的店家？所以说其实是在这样子的一个氛围里面，其实是很多人是愿意回到乡村里面去。但是我们第一个面临到的问题，就像刚刚大哥所说的。店长在哪里都不知道，或者是屋主在台北，然后他也不想去代为处理这件事情，他就是愿意让他老屋就给他塔掉，对他来说其实他就是一个主产而已，他也不想再去活化它。所以说其实有时候，假如说能够先把这部分的事情先处理完，好，其实我相信不管是书店来说好了，其实我们还相信有很多的人都其实会愿意回到我们的家乡里面去做。那修理呢，想问一下，你这个天外面看到安多的市面，有吗？其實幾多我哋呢？唔知解我哋講灣蠻冇人呢，這個灣蠻嚟講嘅話，唔會希望講喺咪灣蠻變成用嘅發展呢個地方。就有一啲有文方面嘅，沒像主卡聽聽啦，就多一些文學味，做得帶通客人嘅教育嘅文化，慢慢嚟有啲文學，我想慢慢嚟去推動啦。因為其實我哋對算是有機書店剛開始之後，因為我是跟秀玲是連友嘛，我是常常就可以看到，他在po上很多那個，在他臉書上面已經po上很多東西。我們也知道說，他好像有一個點變成了現在打卡景點，是不是？對，就是我們特別哦，在這個牆，本來那時候去看是這邊哦，就是它是空白的，對，那我覺得有點可惜，所以因為它的視覺進來就會看到這個牆，所以我就用這裡寫了一段文字，有關獨立書店的故事。那它標題叫做《在書店裡遇見獨特的靈魂》。哦，那裡面其實很多文字，其實我那時候寫的時候，其實我自己都很感動。那我希望這些文字能夠感動來這裡書店的每一個人。一經驗來，請問有幾多年幾多這家為路卡開始去整理這家路卡同時嘛，反映外面的人強下來經營我哋這家故鄉，同時嘅嘛把我哋的故鄉經營得越來越適合人來吃。今天非常感謝兩位來到我們現場，跟我們分享那麼多你們的故事。謝謝主持人，多謝大家，謝謝大家。那係大家有機會來到灣蠻，歡迎大家強下來灣蠻有機書店，歡迎大家來坐了哦。休息一下哦，再聽下咱先生來傾下運動哦。阿康福起來嘅觀眾朋友，記得去我哋面書網站，還有到我哋客家電視台 YouTube 把我哋影片分享出去哦。